今晚我哋要揭開武則天嗰件華麗長袍嘅背面，世人都驚嘆佢由錦葉子嘅尼姑行到皇位之巔嘅奇蹟，但好少人願意正視佢身後嗰班被稱為面首嘅男人。佢哋究竟係呢位女王沉溺情慾嘅污點，定係佢對抗歲月同男性世界嘅最後一件武器？跟住落嚟，請個舒服嘅姿勢，等我哋一齊進入今晚嘅故事旅程。我哋嘅視線落喺公元705年嘅洛陽集仙殿，空氣中彌漫住濃烈嘅草藥味同脂粉香。呢一年，武則天已經81歲。那麼呢刻瞓喺病床上面嘅佢，已經唔再係嗰個殺伐果斷嘅聖神皇帝，而係一個風燭殘年嘅阿婆。守候喺佢身邊嘅唔係佢嘅兒孫，而係兩個面上化住精緻妝容、著住雨衣嘅美少年張易之同張昌宗。呢幅歷史畫卷極具張力，甚至帶啲荒誕色彩。一位手握天下、生殺大權，但行將就木嘅女性，試圖從年輕異性嘅肉體中汲取一種名為長生嘅幻覺。史官提起呢一幕，往往會用衛、亂、宮、衛呢4隻字草草帶過，掩飾唔住不沾嘅鄙夷。但喺武則天嘅邏輯入面，呢樣可能並唔係咩難以啟齒嘅罪惡，而只係帝王嘅標配。既然男性君主喺彌留之際可以有3宮6院圍住，咁作為歷史上唯一嘅女王，佢擁有幾個年輕嘅陪伴者，難道唔係天經地義嘅公平咩？不過無論係早期嘅市井無賴馮小寶，定係呢刻溫潤如玉嘅張氏兄弟，呢啲男人嘅命運從來都唔由自己掌握。佢哋係女王情感嘅鏡像，更加係權力嘅延伸。故事嘅源頭要回到好多年前，嗰個慾望啱啱喺權力縫隙中萌芽嘅母后。嗰一年，唐高宗李治啱啱合埋雙眼，成個大明宮都浸泡喺一種詭異嘅寂靜入面。悲傷咩？或者有，但更多嘅係一種彌漫喺空氣中等待新秩序嘅焦慮。呢個時候嘅武則天已經唔再係嗰個需要匿喺珠簾後窺探朝政嘅皇后啦。佢以皇太后嘅身份臨朝稱制，手入面握住帝國嘅玉璽，亦握住自己幾個仔嘅命運。但我哋必須理解佢當時嘅處境，佢係一個寡婦，一個喺以男性血緣為絕對紐帶嘅儒家官僚體系中，試圖奪取最高權力嘅異類。佢身邊嘅男人，一係就係好似李顯、李旦咁懦弱嘅仔，一係就係好似裴炎、狄仁傑咁精明強幹，但又時時刻刻需要提防嘅大臣。佢老公死咗嗰個，曾經俾咗佢無限縱容，亦俾咗佢無上權力嘅男人，嗰個會親昵咁叫佢媚娘嘅男人，永遠咁離開咗佢，隨之而去嘅係佢作為人妻嘅最後一點溫泉。喺嗰啲宿命感極強嘅漫漫長夜入面，當佢獨自面對住帝國嘅龐大版圖，同埋鏡入面開始出現第一絲白髮嘅自己嗰陣，佢感受到嘅係一種權力嘅孤獨。呢種係一種比錦葉子、青燈古佛仲要切骨嘅寒冷。佢嘅慾望，無論係身體定精神上，都被皇太后呢個莊嚴嘅身份死死禁錮住。佢需要一個出口，一個唔屬於朝堂、唔屬於禮堂宗室、唔屬於嗰啲繁文縟節嘅出口，一個只屬於武則天呢個女人嘅出口。就喺呢個時候，一個最唔可能嘅人，以一種最荒誕嘅方式登場啦。呢個人叫做馮小寶。馮小寶係邊個？佢係洛陽城入面一個徹頭徹尾嘅雲江龍，一個靠喺街頭賣草藥、賣大力丸為生嘅市井無賴。佢未讀過一日書，但個天俾咗佢另一副本錢，極其強壯嘅體魄，同一張可以將死人講翻生嘅口。佢混跡於洛陽嘅街頭巷尾，靠住嗰股蠻橫未經馴化嘅原始生命力，活得風生水起。佢同武則天原本應該係兩條永遠冇交集嘅平行線，一個喺廟堂之巔，一個喺塵埃之下。但歷史嘅宿命感往往就收埋喺呢啲不可思議嘅巧合入面。將呢條線牽起嘅人係高宗嘅女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係一個極度聰明嘅皇室成員，佢敏銳咁察覺到武則天喺權力之下嗰陣女性嘅飢渴。喺高宗過身之後，佢為咗討好呢位手握實權嘅阿嫂，做咗一個大膽嘅投資。佢將馮小寶帶到武則天面前，我哋冇辦法得知第一次見面嘅具體情景，史書對此諱莫如深。但我哋可以想象嗰個充滿戲劇張力嘅畫面，喺一個封閉、壓抑、充滿芬香同藥味嘅宮殿入面，一個習慣咗文約皇室同陰柔文官嘅皇太后，見到一個渾身散發住汗水同市井氣息嘅馮小寶。佢唔識禮儀，但眼神熾熱；佢講嘢粗鄙，但充滿力量。佢就好似一隻闖入瓷器店嘅野獸，帶嚟咗宮場外最原始嘅雄性氣息。呢樣對武則天嚟講係一種久違嘅，甚至係顛覆性嘅衝擊。佢喺嗰一刻見到嘅唔係一個臣子，唔係一個奴僕，而係一個純粹嘅男人。呢個係佢對雄性力量最原始渴望嘅投射。佢需要呢份粗糙野性嘅生命力去中和宮廷嘅陰冷同死氣沉沉。馮小寶被秘密咁留低咗，但好快新問題就嚟啦。武則天唔係一個普通嘅貴婦，佢係帝國嘅實際統治者。佢唔可以好似一個尋常寡婦咁喺後院私藏一個情人。呢個係一個巨大嘅政治醜聞，足以令嗰班虎視眈眈嘅宰相捉住痛腳，將佢由權力嘅寶座上拉落嚟。一個使者無賴點樣可以名正言順咁出入皇宮，陪喺皇太后身邊？呢個時候，權力嘅荒誕性，或者講權力嘅創造性開始登場啦。武則天同千金公主聯手導演咗一出堪稱黑色幽默嘅洗白大戲。佢哋嘅解決方案簡單粗暴，但又精準咁擊中咗嗰個時代嘅盲點。第一步，剃度為僧。仲有咩比宗教更好用嘅外衣呢？喺嗰個佛教盛行嘅時代，僧侶係可以合法出入宮廷為皇室祈福講經嘅。呢件袈裟就係馮小寶最好嘅隱身衣。於是洛陽街頭嘅古惑仔馮小寶搖身一變成咗白馬寺嘅和尚。呢個畫面本身就充滿諷刺感。一個前一晚仲喺酒樓大吵大鬧飲緊酒嘅大隻佬，第二日就被剃光個頭，披上袈裟，硬生生塞入一個清規戒律嘅墓入面。佢係咪真係識佛法？唔重要。佢係咪真心向佛？更加唔重要。最重要嘅係佢有咗一個合法嘅身份。第二步，賜予門第。單單係和尚仲未夠，一個無名無姓嘅野和尚始終上唔到大場面。武則天需要佢有一個體面嘅出身，一個可以堵住悠悠眾口嘅家族背景。呢個任務落咗喺當時太平公主嘅老公駙馬都尉薛紹身上。武則天做咗一個令所有人眼突嘅決定，佢下令要薛紹認馮小寶做繼父，即係阿爸個細佬阿叔。呢個直情係天方夜譚。薛家係咩門第？將門之後，皇親國戚，而馮小寶呢？一個來歷不明嘅賣藥郎。但皇太后嘅旨意就係現實。薛紹一定經歷咗佢人生中最屈辱嘅一日，佢必須對住呢個比自己仲後生、粗魯不堪嘅阿叔，恭恭敬敬咁行禮。而馮小寶亦從此告別咗馮呢個姓氏，佢被賜予一個全新尊貴嘅名薛懷義。薛係雪少個薛懷義，懷揣仁義。我哋必須喺呢度稍為停低，去細味呢個時刻。一個賣大力丸嘅古惑仔喺短短幾日之內，集高僧同皇叔兩大頂流身份於一身。呢個就係權力對現實嘅第一次肆意塗抹。武則天好似一個任性嘅神明，佢唔需要遵循世界嘅規則，佢可以隨手創造規則。佢話你係僧，你就是僧；佢話你係貴族，你就是貴族。馮小寶嘅人生被徹底改寫，或者講嗰個叫馮小寶嘅市井之徒已經死咗，活落嚟嘅係一個全新被權力催生出嚟嘅怪物薛懷義。佢着住最華麗嘅袈裟，住入富麗堂皇嘅白馬寺，
呢座寺廟好快就為佢而重修，佢唔需要再賣草藥，成個帝國嘅財富都向佢打開咗大門。但如果故事只係停喺度，咁薛懷義都只不過係漫長歷史上無數個以色侍人嘅男寵之中最幸運嗰個罷了。武則天之所以係武則天，因為佢絕對唔容許自己嘅慾望只係停留喺慾望嘅層面。佢係一個頂級嘅政治家，佢每一次放縱都必須為佢最終嘅目的服務。薛懷義呢隻佢親手製造出嚟嘅棋子，好快就有咗遠超陪伴嘅價值。佢成為武則天撬動成個帝國神學根基嗰支獨一無二嘅撬棍。呢個時候嘅武則天正喺度謀劃一件驚天動地嘅大事——稱帝。佢要嘅唔再係臨朝稱制，而係要好似佢老爺李世民咁，追上龍袍，坐上嗰個至高無上嘅寶座。但佢面臨一個幾乎無解嘅難題。儒家經典入面從來冇女人做皇帝嘅先例，成個官僚體系都建立喺父權同夫權之上。佢想稱帝，簡直係逆天而行。既然儒家條路行唔通，咁佢就換另一條路，用佛教。而薛懷義呢個佢親手扶植起嚟嘅高僧，就係佢最好嘅神學代言人。薛懷義可能唔識咩高深嘅佛法，但佢識睇武則天面色，更識得權力嘅滋味。佢由最初嘅工具開始主動變成咗共謀者，開始展現出皮囊以外嘅才能。佢係一個天生嘅項目經理同宣傳鼓動家。武則天交俾佢兩個至關重要嘅任務。第一個任務，偽造《大雲經》。薛懷義召集咗一班阿諛奉承嘅和尚，對《大雲經》進行咗再創作。佢哋考證出武則天就係彌勒佛轉世，係神王。佢以女身降臨，就係為咗取代李唐，統治呢個世界。呢份係一份嚟自佛祖嘅天命。當呢份偽造嘅經書由薛懷義呈上嚟嗰陣，武則天開心到癲咗。佢即刻下令喺全國各地廣建大雲寺，日夜宣講，為佢稱帝製造輿論。而薛懷義作為呢個神學理論嘅首倡者，佢嘅地位水漲船高。佢唔再係嗰個匿喺暗處嘅男寵，佢變成咗萬眾矚目嘅國師。第二個任務，修建明堂。武則天需要一個全新嘅政治圖騰，一個像指住佢嘅新時代、新秩序嘅宏偉建築。佢要喺洛陽呢個佢親手建立嘅神都，起一座超越長安、超越李唐所有宮殿嘅萬丈神宮。呢個工程被命名為明堂。呢個浩大幾乎冇可能完成嘅工程，總負責人依然係薛懷義。今次薛懷義將佢嗰陣市井無賴嘅蠻勁同執行力發揮到極致。佢被任命為營造使，手握巨額嘅財政權同勞動力調配權。佢企喺洛陽嘅地盤上面，身後係數以萬計嘅勞工。佢唔再係嗰個卑微嘅馮小寶，佢甚至唔再係嗰個需要依附薛家嘅薛懷義。佢係薛師，佢着住華麗嘅僧袍，騎住高頭大馬，喺洛陽嘅街道上橫衝直撞。據史料記載，佢甚至夠膽公然同當朝宰相蘇良士發生衝突，甚至動手打人，宰相都唔敢還手，只可以狼狽咁避開。點解？因為所有人都知打薛師即係刮皇太后把聲。公元688年，明堂落成。呢座建築高達294尺，一共分3層，氣勢恢宏，窮極奢華。武則天登上咗呢座佢夢想中嘅神宮，接受萬國來朝，而薛懷義就企喺佢身邊。呢一刻嘅佢，身披袈裟，頭戴蓮花冠，喺萬眾矚目中登上講壇。佢大聲宣講住《大雲經》嘅奧義，宣講住神王降世嘅必然。我哋有理由相信，嗰一刻薛懷義嘅眼神早就褪去咗初見武則天時嘅惶恐同卑微，入面閃爍緊嘅係同武則天一樣嘅光芒。一半係對情欲嘅佔有，而另一半就係對權勢嘅無盡貪婪。佢唔再係佢嘅玩物，佢變成咗佢嘅共犯。佢哋共同建造咗一座物理嘅明堂，亦共同編織咗一個
神學嘅幻夢。薛懷義用佢嗰雙曾經賣草藥嘅手，為武則天披上咗神佛轉世嘅最後一件外衣。佢以為只要呢座明堂唔倒，只要武則天仲需要佢，佢就可以永遠咁囂張落去。佢誤以為自己係呢場盛宴嘅主人，卻忘記咗佢由始至終都只不過係武則天推上賭台嘅一張底牌，而所有嘅底牌都有被揭開甚至被拋棄嘅一日。公元690年，武則天登上咗權力嘅頂峰，佢改唐為周，定都洛陽，鑄上咗嗰件只有男人先有資格掂嘅龍袍，佢成為咗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嘅女皇帝。而薛懷義作為佢登基嘅首席功臣，亦迎來咗佢人生中最顯赫嘅時光。佢唔再係嗰個需要說笑阿叔身份嚟遮掩嘅馮小寶，佢被冊封為梁國公，然後又晉封鄂國公，最後甚至係儲國。呢個喺古代係軍功或者治國之功嘅頂峰，而薛懷義嘅功係建立喺大雲經同明堂嘅圖紙之上嘅。佢被尊稱為薛師。佢成為咗武則天身邊最紅嘅大紅人，佢騎住高頭大馬，帶住幾十個剃光頭嘅徒弟，其實就係佢喺市井招募嘅打手，喺神都洛陽嘅街道上橫行霸道，所有嘅車輛、行人，甚至朝廷命官，都必須行埋一邊，讓路俾佢。呢個係一種被權力投射而產生嘅幻覺。薛懷義呢個曾經嘅市井無賴，佢唔識政治嘅平衡，亦唔識歷史嘅規則，佢嘅邏輯非常簡單，亦非常原始。我係女王嘅男人，佢開始膨脹，以一種極度戲劇化，甚至有啲滑稽嘅方式。史書記載，佢曾經因為小小事喺宮門口公然毆打當朝嘅御史，佢仲曾經同一位當朝宰相，據講係蘇梁氏，喺路上狹路相逢，宰相嘅儀仗冇及時讓路俾佢。佢就火冒三丈，衝埋去將宰相嘅隨從打到頭破血流。蘇梁氏係咩人？嗰個係歷經三朝以剛正不阿見稱嘅帝國重臣。佢狼狽咁返到朝堂，向武則天喊冤，而武則天嘅反應係呢場悲劇嘅第一個內化思辨嘅關鍵點。佢冇嚴懲薛懷義，佢只係輕描淡寫咁叫佢過嚟，同佢講咗一句極有分量嘅說話。阿師，呢個係佢對薛懷義嘅昵稱。你以後出入要行北門，南門係宰相們議事嘅地方，你哋唔好起衝突。呢個係咩信號？喺薛懷義睇嚟，呢個係縱容女王為咗我，甚至不惜叫宰相兜路行。但喺我哋嘅視覺睇嚟，呢個係一種冰冷嘅切割。武則天其實講緊，你係我嘅私事。佢哋係我嘅公事，你哋唔好撈亂。但係薛懷義嗰個得匹夫之用嘅馮小寶，佢永遠都聽唔明呢背後嘅政治密語。佢只係覺得呢個天下除咗武則天就係佢最大。佢開始誤讀自己嘅身份，佢以為自己係女王嘅老公，係呢片宮殿嘅男主人。佢開始干預朝政，開始妒忌，開始試圖獨佔嗰個佢原本唔應該掂嘅女人。而偏偏喺呢個時候，武則天嘅需求發生咗微妙，但又係宿命般嘅轉變。佢已經差唔多70歲啦，佢唔再係嗰個啱啱冇咗老公，需要喺原始生命力入面尋求慰藉嘅皇太后。佢而家係聖神皇帝，佢已經征服咗所有男人。薛懷義個身蠻橫，充滿野性嘅荷爾蒙，對佢嚟講唔再係解藥，反而變成咗一種負擔。佢太嘈，太招搖，太冇分寸，亦太容易失控。隨住年紀越嚟越大，武則天開始頻繁咁覺得周身唔舒服。佢需要嘅係咩？佢需要嘅係療愈，係安靜，係溫和嘅陪伴。就喺呢個精確嘅節點上面，一個同薛懷義截然相反嘅人入咗佢嘅視線。呢個人叫做沈南疇，佢唔係高僧，唔係貴族，亦唔係將軍，佢只係一名御醫。呢個係一個幾咁富有象徵意義嘅身份。如果話薛懷義係火，係征服，咁沈南疇就係水，係滋養。史書上對沈南疇嘅記載少之又少，
只係話佢善於侍奉，而且年老體衰。佢唔係一個強壯嘅征服者，佢係一個溫和嘅療癒者。佢識藥理，識養生。佢更懂得一個年邁女王最需要嘅係咩？唔係激烈嘅佔有，而係內心嘅聆聽同細緻嘅照顧。當武則天因為風濕而喺陰雨天覺得關節痛嗰陣，沈南稠可以為佢奉上溫熱嘅湯藥同啱啱好嘅按摩。當武則天因為政務而心煩意亂，夜晚瞓唔着嗰陣，沈南稠可以為佢點上安神嘅熏香，安靜咁守候喺佢病床前面。最重要嘅係佢識規矩，佢知自己係邊個，佢知自己嘅本分，佢永遠都唔會好似薛懷義咁騎住馬喺洛陽街頭去打宰相。佢係一個影子，一個冇威脅性但又不可或缺嘅影子。薛懷義好快就察覺到呢種失寵，呢樣對佢嚟講係慘過死嘅侮辱。佢堂堂薛師嗰個為女王偽造大雲經起咗名堂嘅國師，竟然輸俾一個淨係識端茶送藥嘅死阿伯。薛懷義嘅市井本色喺呢一刻徹底暴露無遺。佢冇政治家嘅城府，佢只有街頭古惑仔嘅鬥狠。佢處理失寵嘅方式唔係反思，唔係退讓，而係毀滅。佢要用一種最極端、最慘烈嘅方式去奪回嗰個女人嘅目光。佢選擇嘅目標係佢呢一生最得意嘅作品《明堂》。公元695年正月，呢個原本應該係神都洛陽最歡樂嘅時刻。按照武則天嘅旨意，呢一年嘅元宵節要大肆慶祝，就喺明堂隔籬，薛懷義仲起咗一座比明堂更高、更奢華嘅天堂，即係通天帝國入面通天浮屠嘅原型，入面供奉住巨大嘅佛像。呢片宏偉嘅建築群係武周王朝嘅象址，亦係薛懷義權力同榮耀嘅頂峰。而喺元宵節嗰個夜晚，神都嘅百姓都湧上街頭上燈。薛懷義呢個被治道之火燒紅雙眼嘅男人，做咗佢人生中最後一個，亦係最瘋狂嘅決定。佢放火燒咗天堂。呢場大火係宿命嘅必然。火借風勢迅速蔓延，嗰座高達5層、用無數木料同黃金堆砌而成嘅天堂喺烈焰之中轟然倒塌。緊接住，火焰吞噬咗旁邊嘅萬丈神宮明堂。洛陽城嘅夜空被照到好似白晝一樣。呢個係一個絕佳、充滿內化思辨嘅隱喻。情欲之火最終燒毀咗權力嘅圖騰。嗰個夜晚，武則天一定係企喺宮殿高處，默默咁注視住呢一切。佢親手締造嘅神蹟，佢用嚟昭告天下嘅天命，就喺佢眼前，被嗰個佢親手由市井提拔起嚟嘅男人付之一炬。成個洛陽城都陷入咗恐慌，所有人都以為女王會大發雷霆。呢個唔單止係縱火，呢個係溫嘅序幕，呢個係對皇權最直接嘅挑釁。然而武則天嘅反應卻再一次超出咗所有人嘅預料。面對住滔天大禍，面對住嗰片化為焦土嘅廢墟，佢冇驚慌，冇震怒，甚至冇即刻下令追查。佢只係異常冷靜咁講咗一句：冇事。薛懷義喺度幫佛像換新衫嗰陣，唔小心失火啫，重新起反座就得啦。呢一刻，我哋見到嘅唔再係一個女人，而係一個絕對冷靜，甚至冷酷到可怕嘅政治家。薛懷義以為佢燒掉嘅係佢哋嘅愛，但喺武則天睇嚟，佢燒掉嘅只係一個工具。明堂也好，天堂也罷，佢哋嘅作用幫武則天登基已經完成咗。燒咗雖然可惜，但只要帝國仲喺度，佢隨時可以再起一個更輝煌嘅。佢真正唔能夠容忍嘅唔係薛懷義縱火，而係薛懷義失控啦。一個失控嘅工具就係一件廢物，而廢物係需要被處理掉嘅。武則天甚至懶得用縱火呢個罪名去殺佢，因為一旦公開審判，佢同薛懷義之間嘅內層私情就會被擺上台面，
成為政敵攻擊佢嘅把柄。佢會承認自己被一個男人威脅咩？絕對唔會。佢嘅處理方式係令呢件事以一種比縱火更難堪、更私密嘅方式結束。大火之後，薛懷義嘅好日子徹底到頭啦。佢依然係薛絲，但佢再都見唔到武則天啦。佢被徹底雪藏。幾個月後，武則天對呢件事嘅處理開始啦。佢冇落任何聖旨，佢只係默許咗呢件事嘅發生。關於薛懷義嘅死，史書上有兩種記載，但都指向一個冰冷嘅結局。第一種講法係武則天下令喺瑤光殿設下埋伏，佢派人去傳召薛懷義，話女王要見佢。薛懷義開心到飛起，以為自己有望服從，點知一入門口就被一班埋伏好、生得牛高馬大嘅宮女，被稱為賤婦，用亂棍活生生打死。第二種講法就更具宿命感，話係武則天個女太平公主一早就睇呢個飛揚跋扈嘅皇叔唔順眼，佢主動幫阿媽分憂，設下鴻門宴請薛懷義入席，然後將佢秘密處決。無論係邊一種結局，我哋都可以睇到一個共通點：薛懷義嘅死係非官方嘅，佢冇被公開審判，冇被五馬分屍，冇被斬首示眾。佢一個曾經嘅國公國師，最後係被人用棍打死嘅。呢個係一種私刑，呢個係一種極具侮辱性來自後宮嘅處決方式。武則天用呢種方式向天下宣告：呢個人唔係國賊。佢只係我後花園一隻唔聽話嘅狗，佢嘅屍體冇被厚葬，而係被求其啟張直捲住，用架爛車運出皇宮，就好似揼咗件舊衫或者一堆冷冰冰嘅垃圾。尋日仲係權傾朝野嘅國師，今日已經變成一灘無人問津嘅肉泥。我哋唔知武則天喺得知佢死訊嗰陣係咩表情，但史書記載嘅係佢冇流一滴眼淚。佢甚至冇為呢場大火同呢個男人嘅死而取消第二日要召開嘅朝會。嗰個來自洛陽市井嘅馮小寶，嗰個被權力異化嘅薛懷義，嗰個曾經為佢點燃神刀天空嘅男人，最終都以一種最慘烈嘅方式熄滅喺歷史嘅塵埃入面。而武則天嘅宮殿入面，來自御醫沈南稠嘅藥香，一早就取代咗明堂嘅香火味。舊嘅慾望已經死去，新嘅陪伴先啱啱開始。呢場關於權力同情感嘅遊戲，對於70歲嘅武則天嚟講，佢仲未玩夠。薛懷義嘅熊熊烈火，最終喺皇權嘅冷庫入面化為灰燼，而御醫沈南稠溫和嘅藥香，亦隨住佢日漸衰老嘅身軀慢慢變淡。武則天呢刻已經安然度過佢70歲大壽，佢唔再係嗰個需要用神皇名號去威懾天下嘅新君。佢已經係聖神皇帝，佢嘅權力好似日中天嘅太陽，穩固熾熱，不容置疑。當一個統治者，尤其係女王，征服咗所有外部敵人之後，佢就剩低一個，亦係最無可逃避嘅對手。時間，佢開始變老啦。呢個唔係一種猜測，而係一個佢每日都能夠喺銅鏡中，喺自己日漸遲鈍嘅聽力中，喺百官越來越模糊嘅奏對聲中所感受到嘅冰冷現實。薛懷義嘅火係野性嘅、破壞性嘅，佢令佢感覺到年輕同激情，但最終亦灼傷咗佢。沈南稠嘅水係溫和嘅、療愈嘅，佢令佢感覺到舒適同安寧，但始終太平淡，無法對抗佢內心深處對時光流逝嘅巨大恐懼。佢需要一啲新嘢。今次佢唔再需要征服，亦唔再只係需要療愈，佢需要嘅係美，係一種極致嘅近乎虛幻嘅美學。佢需要一種證據去向呢個世界，更加係向佢自己證明佢依然冇被時間拋棄。佢要嘅係長生嘅幻覺，而最明白一個阿媽，尤其係一個女王，阿媽心意嘅永遠係佢個女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呢個繼承咗武則天最多政治智慧同最多慾望嘅女，佢敏銳咁捕捉到阿媽晚年最大嘅需求點。佢冇送上猛將，亦冇送上良醫，佢送上咗一件藝術品。呢件藝術品名叫張昌宗。張昌宗喺宮中被稱為六郎，
佢被太平公主帶到武則天面前嗰陣，據講成個宮殿嘅光線都為之溫柔起來。我哋必須理解呢種審美嘅迭代。如果話薛華儀係雄性嘅，係泥土入面生出嚟帶住汗水嘅力量，咁張昌宗就係中性嘅，係雲霧中供養帶住露水嘅美。史書用咗4隻字去形容佢：面如蓮花。佢通曉音律，舉止風流。佢滿足咗武則天晚年對精緻同唯美嘅全部想象。佢唔係一個情人，佢更似係一個證明，證明女王嘅審美依然停留喺20歲嘅春天。武則天對呢份禮物龍顏大悅，而張昌宗亦即刻展現咗佢作為藝術品嘅自覺。佢做咗一個買一送一嘅舉動。佢對武則天講：陛下，我阿哥五郎張易之，佢嘅才華同容貌遠勝於我，而且佢精通煉丹製藥之術。煉丹呢2隻字好似一把精準嘅鎖匙，瞬間打開咗武則天晚年最後亦係最隱秘嘅一扇大門。如果話張昌宗嘅美係對抗衰老嘅視覺麻醉，咁張易之嘅煉丹就係通往長生嘅現實窄門。好快，張易之亦被召入宮中。呢對張氏兄弟從此成為咗武則天晚年最濃墨重彩嘅一筆。五郎張易之、六郎張昌宗，佢哋好似2尊完美嘅玉雕，被擺放喺女王身邊。呢個唔再係薛華儀式粗暴嘅佔有，呢個係一種近乎至幻嘅晚年享樂。喺神都洛陽嘅宮殿入面，時常會上演咁樣如夢似幻嘅場景。70幾歲嘅女王高高坐喺寶座上，張昌宗著住色彩斑斕嘅羽衣，面上化住精緻嘅妝容，喺殿中吹奏洞簫。佢身姿輕盈，仿佛隨時會羽化登仙。武則天睇到如痴如醉，佢下令要宮廷中最有才華嘅文人，包括後來嘅名相宋之文，時任學士，即刻賦詩。詩嘅主題唔係江山社稷，唔係萬國來朝，而係讚美張昌宗。佢甚至親自命題，要求詩中必須將張昌宗比作王子晉。王子晉係邊個？嗰個係傳說中周靈王嘅太子，一個催生引鳳，最後得道成仙嘅仙人。呢個就係武則天晚年嘅內化思辨。佢唔再需要《大雲經》入面嘅彌勒轉世嗰種神聖，太遙遠亦太冰冷。佢而家需要嘅係一個活生生可以俾佢觸摸到嘅仙人陪喺佢身邊。佢係咪真係寵愛張昌宗？唔係，佢係喺度使用張昌宗嘅年輕同美貌去為自己編織一個我都即將成仙嘅巨大夢境。呢個係一個年邁嘅靈魂對時間發出最唯美亦係最絕望嘅抵抗。如果故事只係停低喺後宮嘅享樂，咁呢對張氏兄弟都只不過係歷史上2個比較幸運嘅男寵罷了。但武則天永遠都係嗰個政治家，佢嘅私欲總會以公器嘅形式被堂而皇之咁制度化。佢好快就做咗一個令成個帝國都為之側目嘅決定，佢要俾呢2個後生仔一個名分。佢下令成立一個全新嘅中央機構，呢個機構嘅名充滿咗宿命感嘅荒誕。紅學監，紅學駕馭仙學，呢個係一個幾咁赤裸裸嘅長生宣言。呢個機構嘅編制係咩呢？長官，自然係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而佢嘅屬員就係嗰啲同佢哋一樣面容俊美、通曉詩書嘅年輕貴族子弟。呢個控學監嘅工作係咩？表面上，武則天幫佢披上咗一件最華麗嘅學術外衣，編書。張易之被任命為控學監內供奉，佢掛名嘅主要工作係組織全天下嘅文人，編撰一部巨著，叫做《三教諸英》，匯集儒、釋、道3教嘅精華。呢個就係權力登峰造極時嘅黑色幽默。一個歷史上最出名嘅男寵大本營，佢嘅 KPI 竟然係收書立著。女王用呢種方式向天下宣告：我唔係喺度享樂，我係喺度弘揚文化。呢班年輕人亦唔係我嘅玩物，佢哋係帝國嘅英才。控學監
後來為咗平息非議，改名為奉前府，成為咗神都洛陽一個公然嘅秘密。佢就好似一個巨大嘅黑洞，天下嘅文人墨客想要求捷徑，就必須去拜謁義張兄弟。佢哋唔再係透過科舉，而係透過生得靚仔同識寫詩讚美張昌宗去攞到官職。成個帝國嘅人才選拔標準喺呢一刻被美學徹底壓倒，而呢樣只係腐敗嘅開始。當美貌同才藝可以直接兌換權力嗰陣，呢對兄弟嘅慾望開始不可避免咁由後宮滲透到前朝。佢哋唔再滿足於做仙人同詩人，佢哋要做宰相，要做國公。而武則天亦默許咗呢一切，佢封張昌宗為有國公，張易之為行國公。佢容許佢哋着住式嘅官服，三品以上，佩戴金玉腰帶，自由出入朝堂。佢哋開始插手朝政，開始利用女王嘅信任去清除嗰啲睇佢哋唔順眼嘅人。第一個犧牲品就係當朝宰相以剛直見稱嘅魏元忠。魏元忠係一個老臣，佢睇唔慣呢兩個搽脂抹粉嘅後生仔喺朝堂上指手畫腳。佢唔止一次喺公開場合對義章嘅行徑表達鄙夷同不屑。佢以為佢係為社稷着想，但佢忘記咗佢要對抗嘅唔係兩個男寵，而係女王晚年唯一嘅精神寄託。好快，義章兄弟嘅反擊就嚟啦！佢哋冇好似薛懷義咁蠢到去街上打宰相，佢哋嘅手段更高級，亦更陰毒。佢哋利用一次小小嘅邊疆騷亂，反過來誣告魏元忠，話佢私底下曾經講過：女王老啦，不如早啲去侍奉太子李顯。呢句說話精準咁刺中咗武則天內心最深、最恐懼嗰個痛點。佢老啦，佢應該退位啦。呢樣比燒咗明堂仲要令佢憤怒。於是呢位曾經為帝國立下汗馬功勞嘅老宰相，冇輸俾突厥嘅鐵騎，冇輸俾朝堂嘅政敵，最後卻輸俾兩個仙人嘅枕邊風。魏元忠被收監流放，呢單魏元忠案係成個武則天晚年政治嘅分水嶺。佢向所有朝臣發出一個清晰嘅信號：得罪義章，即係得罪女王。從此朝堂之上，阿諛奉承之風盛行，大臣見到義章，要恭敬咁叫佢哋做五郎、六郎，就連武則天嘅親侄仔、手握重兵嘅武三思，都要爭住幫義章牽馬敘階。武則天真係老啦，佢嘅聽力嚴重衰退，佢嘅精神日漸轉差。喺生命嘅最後幾年，佢患上咗一種厭症嘅病。佢唔再頻繁接見大臣，佢將嗰啲枯燥嘅奏摺推到遠一遠。佢住喺幽深嘅長生殿入面，而張易之同張昌宗成為咗佢同呢個龐大帝國之間唯一嘅連接通道。所有公文、所有奏報都必須先經過義章嘅手，先可以呈到女王面前。所有聖旨亦都係透過義章把口，先傳達到出面嘅世界。佢呢位曾經掌控一切嘅女王，喺生命嘅最後時刻，終於被佢自己親手打造嘅信息繭房徹底隔離咗。佢透過呢兩個年輕男人嘅眼去睇世界，於是佢睇到嘅世界亦變得扭曲同虛假。佢以為嘅國泰民安，只不過係義章為佢粉飾嘅太平盛世；佢以為嘅群臣敬仰，只不過係義章嘅黨羽們喺殿外嘅集體表演。呢個唔再係寵愛，呢個係權力嘅寄生。呢對蓮花色嘅兄弟唔再係藝術品，佢哋變咗寄生蟲。佢哋依附喺女王衰老嘅身體上，吸食住帝國最後嘅養分，亦編織住佢最後嘅幻夢。呢個係一種極其可悲嘅共生關係。佢利用佢哋嘅青春去對抗死亡，佢哋利用佢嘅權力去竊取帝國。喺洛陽宮殿嗰陣濃到化唔開嘅香薰同藥味入面，武則天呢個孤獨嘅神，佢終於將自己活成咗一個囚犯。佢以為佢掌控住一切，但實際上佢已經失去咗對真實嘅最後觸感。呢個係一個無法破解嘅宿命。當佢選擇用美去對抗時間嗰陣，佢亦注定要被呢種美所腐蝕。
呢個用極致享樂同唯美主義堆砌而成嘅黃金時代已經脆弱不堪。宮殿之外，嗰啲被壓抑嘅來自舊秩序嘅憤怒正喺度靜靜雞集結。禮堂嘅舊臣們好似張柬之，正喺寒風中默默咁抹緊佢哋嘅刀鋒。一場風暴即將來臨，而風暴嘅中心，嗰兩個仲喺度吹洞簫、煉丹藥嘅仙人對此一無所知。嗰座由美同長生幻覺搭建而成嘅宮殿，終於開始從內部腐朽。長安4年，公元704年，神都洛陽嘅冬天似乎比平時都要凍。80歲嘅武則天病倒啦，佢唔再係嗰個可以騎馬巡行、精神奕奕咁喺明堂接受朝拜嘅女王，佢只係一個病入膏肓嘅阿婆，被時間呢個最公平嘅敵人死死咁撳喺長生殿嘅病床上。長生殿呢個係一個幾咁充滿諷刺嘅名。宮殿入面長年彌漫住濃重化唔開嘅藥味，同埋張氏兄弟為咗掩蓋呢股衰敗氣息而點燃嘅更加濃烈嘅異域芬香。呢兩種味道溝埋一齊，形成咗一種奇異、令人窒息嘅結界。呢個就係武則天晚年最後嘅屏障。呢道屏障隔開嘅唔單止係生與死，更加係真實與虛假。由於女王病重，佢落咗一道旨意，免朝。佢嗰把曾經令成個帝國都為之震顫嘅聲音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長生殿緊閉嘅大門。而唯一可以穿過呢扇大門見到女王本人嘅，只有兩個人：張易之、張昌宗。呢對蓮花式嘅兄弟，呢刻終於完成咗佢哋權力寄生嘅最後一步。佢哋由陪伴者變成咗守門人，佢哋成咗女王同呢個龐大帝國之間唯一嘅信息通道。所有奏摺必須經過佢哋轉呈，所有旨意必須由佢哋代為傳達。於是一個極其荒誕嘅局面出現。那麼成個武周王朝嘅命運，呢個曾經靠鐵腕同智慧建立起嚟嘅龐大帝國，佢龐雜嘅官僚體系，佢前線嘅戰報，佢內部嘅民生，喺最後嘅幾個月入面，竟然完全取決於呢兩個先人嘅轉述。而呢樣亦正是呢對兄弟一生中最清醒，亦係最恐懼嘅時刻。佢哋比任何人都清楚病床上嗰個阿婆微弱嘅呼吸維繫住佢哋全部嘅榮華富貴。佢哋亦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呢啲呼吸停止，宮門之外嗰班對佢哋恨之入骨嘅宰相、御史同埋禮堂宗室會用咩方式將佢哋撕成碎片。佢哋唔再係先人啦，佢哋變反做兩個喺懸崖邊震過貓王嘅凡人。佢哋開始自救，佢哋試圖結黨營私，佢哋試圖去拉攏嗰啲手握兵權嘅武士親王。佢哋甚至開始秘密商討，萬一女王駕崩，佢哋應該點樣發動一場宮廷政變去保住自己條命。呢個係一種何等天真嘅內化思辨。兩個靠靚仔同吹簫上位嘅後生仔，竟然開始鑽研起政治陰謀。佢哋就好似兩個偷住咗大人盔甲嘅細路，以為自己拎起把刀就真係變咗將軍。佢哋忘記咗喺宮場之外嗰啲真正玩弄權力嘅獵人，已經默默望實佢哋好耐啦。呢啲人係張柬之、桓彥範、敬輝，佢哋係呢個帝國真正嘅基石。佢哋係久經沙場嘅老臣，佢哋係喺儒家經典入面浸淫一生、筋骨硬朗嘅舊秩序守護者。佢哋已經80幾歲。諗下呢場係老人家嘅戰爭，張柬之等人，佢哋可以容忍一個女人做皇帝，因為武則天用佢嘅才能證明咗自己，但佢哋無法容忍呢個帝國嘅最高權力，最後竟然淪落到兩個弄臣嘅手入面。呢個唔關乎情慾，呢個關乎秩序。魏元忠被貶係嗰條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佢令呢班老臣明白，女王嘅病已經唔單止係身體上嘅，更加係心智上嘅。佢被隔離咗，想要拯救呢個帝國，想要令秩序重回正軌，佢哋必須破壁，而破壁唯一嘅方法就係用最鋒利嘅刀
刺穿嗰個由脂粉同芬香構築而成嘅信息繭房。佢哋等咗好耐，佢哋喺度等一個天時，一個地利，一個女王病得最重，而義章亦最心慌嘅時刻。長安4年704年嘅成個冬天，洛陽嘅宮城內外都處於一種暴風雨前極度壓抑嘅寧靜之中。長生殿內係兩個年輕人喺度徒勞咁粉飾太平，宮牆之外係幾個老人家喺度冷靜咁磨刀霍霍。宿命嘅終點喺公元705年嘅正月，靜靜雞來臨。正月22日呢一日，武則天嘅病情再次加重，成個長生殿嘅氣氛壓抑到極點。而喺呢一日，82歲嘅宰相張柬之終於決定喐手啦。佢聯合咗左威衛將軍李多造、右羽林將軍楊元演呢兩個人，掌握住皇宮嘅禁軍，發動咗一場喺中國歷史上最名正言順亦最迫不及待嘅政變，史稱神龍政變。呢個係一個清冷、注定要載入史冊嘅黎明。當張柬之嗰把蒼老但堅定嘅聲音喺禁軍隊列前響起嗰陣，士兵冇絲毫猶豫，佢哋迅速控制咗玄武門，斬斷咗宮城內外嘅所有聯繫。然後張柬之呢個年過8旬嘅阿伯，駐上盔甲，手持利刃，帶住500羽林軍，就好似一股冰冷嘅洪流，衝向長生殿。嗰扇緊閉咗成個冬天嘅大門，嗰扇隔絕咗真實與虛假嘅大門，喺呢一刻被禁軍用最粗暴嘅方式轟然撞開。長生殿內嘅幻夢破碎啦。緊守崗位嘅張易之同張昌宗可能仲喺度幫女王煲緊藥，可能仲喺度商討緊下一步嘅陰謀。當佢哋聽到門外嗰啲整齊劃一、冰冷嘅盔甲摩擦聲嗰陣，佢哋一定瞬間明白嗰個佢哋驚咗成晚嘅結局終於都嚟啦。史書記載，呢對兄弟喺生命嘅最後一刻並冇展現出任何先人嘅風骨，佢哋驚惶失措。佢哋試圖匿埋，但佢哋可以匿得去邊呢？士兵衝入偏殿，喺武則天嘅寢宮外面，就喺走廊下面，當場捉住咗張易之同張昌宗，冇審判，冇盤問，甚至冇俾一句時間佢哋辯解。刀光一閃，呢個係最充滿宿命感嘅一幕。嗰個曾經面如蓮花嘅張昌宗，嗰個曾經吹簫引鳳嘅張易之，佢哋所有嘅美，佢哋所有嘅才藝，喺呢一刻都擋唔住嗰啲冰冷、沾滿鮮血嘅鋼鐵。佢哋被當場斬殺，佢哋嘅血沾滿咗長生殿嘅廊柱，甚至濺到女王寢殿嘅門簾上面。嗰陣濃烈嘅血腥味，瞬間刺穿咗、積聚咗成個冬天。沉悶嘅藥香同脂粉香，呢個就係現實嘅味道。而呢個時候喺寢殿入面，嗰個81歲嘅阿婆，嗰個帝國嘅神，佢被呢場突如其來嘅喧嘩嘈醒咗。佢掙扎住由病床坐起身，佢一定聽到門外嘅慘叫，佢一定聞到嗰陣刺鼻嘅血腥味。然後佢見到咗佢一生中最荒誕嘅一幕，佢嘅宰相張柬之，佢嘅將軍李多族，仲有佢嗰個最懦弱嘅仔太子李顯，身披盔甲，手持利刃，闖入咗佢嘅睡房。呢場係兵變，呢場係逼宮。如果呢一幕發生喺薛懷儀燒明堂嗰晚，武則天可能會大發雷霆，將眼前呢班人全部誅九族。但而家佢只係一個81歲風燭殘年嘅病人，佢望住眼前呢班全副武裝嘅男人，佢哋神情緊張，呼吸急促，佢哋嘅刀尖上可能仲滴緊5郎同6郎嘅鮮血。所有人都以為佢會驚，佢會尖叫，佢會用佢最後嘅力氣去詛咒。但武則天再一次展現咗佢作為政治家嘅最高光，亦係最沉澱嘅智慧。佢冇喊，亦冇鬧，佢只係靜靜咁望住眼前呢一切，然後用一種近乎疲憊但又無比平靜嘅語氣，淡淡咁向張柬之問出嗰句：係嗰兩個賢仔張易之、張昌宗已經被殺咗啦咩？我哋必須嚟分析呢個問題。
佢冇問你哋點解要闖入嚟，因為佢知問咗都係白問。佢冇問你哋要造反咩，因為佢知佢哋已經成功咗。佢單單只係問佢哋死咗未。呢個係一個確認，佢喺度確認呢場政變嘅目的到底係咩。而當佢由張簡之嗰個緊張，可能仲帶住一絲愧疚嘅點頭之中得到確認之後，佢講咗嗰句足以令所有勝利者都覺得慚愧、充滿宿命感嘅結語。既然係咁，你哋都早啲翻去唞下啦。呢個係一種幾咁深邃嘅智慧同悲涼。佢用佢最後嘅氣力，再次向所有人宣告：第一，我知你哋係衝住佢哋嚟嘅，唔係衝住我嚟嘅。第二，你哋嘅目的已經達到啦。第三，我作為皇帝，批准你哋嘅行動，並且寬恕你哋嘅闖入。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佢依然冇認輸，佢依然用緊皇權嘅姿態去定義呢場政變。佢冇退位，佢只係准許咗佢個仔嘅繼位。佢知道，當嗰兩個後生仔嘅鮮血濺到佢門簾嗰一刻，佢嗰個用美去對抗時間嘅夢就已經徹底破碎啦。男寵死咗，佢嘅時代亦終於完結。佢揚一揚手，示意佢哋退下。長生殿喺經歷咗嗰個黎明最血腥嘅高潮之後，又重新歸於寧靜。只係今次空氣入面再冇咗嗰陣虛幻嘅脂粉香，只剩低一個老人家最真實嘅藥味同最徹底嘅孤獨。神龍政變之後嘅嗰個冬天似乎特別漫長。武則天被逼退位，搬去咗上陽宮，嗰度成為咗佢生命旅程嘅最後一站。當權力嘅權杖由佢手中滑落，一件令人唏噓但又充滿宿命感嘅事發生啦。呢位曾經似乎永遠精力充沛、永遠容光煥發嘅女王，以一種肉眼可見嘅驚人速度，迅速衰老落去。曾經佢係嗰個到咗80歲都仲必須喺面上搽厚厚脂粉，用華麗嘅假髮同羽衣去偽裝青春嘅聖神皇帝。嗰陣時，權力係佢最好嘅防腐劑，亦係佢最昂貴嘅化妝品。只要仲坐喺龍椅上，佢就必須係一尊不知疲倦、冇皺紋嘅神像。但而家神像倒塌啦，喺上陽宮幽深嘅庭院入面，嗰啲曾經忙碌嘅御醫，嗰啲曾經跪喺佢腳下爭寵嘅男寵，全部消失晒，只剩低幾個老宮女陪住呢個已經無法自己梳洗嘅阿婆。佢唔再染髮，任由滿頭青絲變作枯草般嘅白髮。佢唔再畫眉搽粉，嗰張曾經令李治神魂顛倒、令薛懷義瘋狂、令二張兄弟頂禮膜拜嘅面孔，終於露出咗佢最真實嘅模樣。嗰張布滿老人斑同深深皺紋、乾枯嘅面，呢個先至係武則天。剝離咗皇帝呢個宏大嘅外殼，剝離咗慾望呢陣絢爛嘅油彩，佢始終變返做一個普普通通、風燭殘年嘅阿婆。喺嗰啲長久死寂嘅沉默入面，佢會諗起邊個呢？或者嗰啲男人嘅面孔會好似走馬燈咁喺佢渾濁嘅眼眸入面一一閃過。佢會諗起薛懷義嗎？嗰個來自市井嘅賣藥郎，嗰個擁有蠻牛般力氣嘅男人，佢係一團火，點燃咗佢壓抑已久嘅激情，亦幫佢點燃咗通往皇位嘅輿論。但佢太烈啦，最後將自己燒成灰燼。佢會諗起沈南丑嘛？嗰個溫和嘅御醫，佢好似一碗溫水，喺佢最焦慮嘅中年，俾咗佢片刻嘅安寧。但佢太弱啦，弱到連個名都差啲被歷史遺忘。佢會諗起張易之同張昌宗嗎？嗰對好似蓮花一樣盛開嘅兄弟，佢哋係佢晚年最精緻嘅玩具，係佢喺呢個殘酷世界入面試圖捉住嘅最後一抹尾。但佢哋係有毒嘅，佢哋好似靚靚嘅寄生藤，最終勒死咗佢嗰棵權力嘅參天大樹。喺生命嘅盡頭，呢位博學嘅老人家，或者終於睇透咗呢段漫長關係入面最殘酷嘅本質。喺絕對權力嘅珠穆朗瑪峰上，
根本唔存在純粹嘅親密關係。呢班人冇一個係真心愛佢，佢哋愛嘅係佢手上嘅玉璽，係佢身後嘅榮華，係佢手指罅流出嚟嘅權力。咁佢呢？佢有愛過佢哋咩？或者都冇？佢愛嘅係薛華義身上嗰股唔認輸嘅生命力，係沈南籌帶嚟嘅安穩感，係二張兄弟嗰張可以令佢忘記死亡嘅年輕面孔。佢利用咗佢哋，佢哋亦利用咗佢。呢個係一場公平但又無比荒涼嘅交易。而家交易結束啦，個市散啦，只剩得一地雞毛同無盡嘅空虛。公元705年嘅深冬11月，武則天喺上陽宮仙居殿病逝，享年82歲。喺彌留之際，佢做咗呢一生中最後一個，亦係最發人深省嘅政治決定。佢留低遺詔，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佢要求甩掉嗰個佢奮鬥咗一生先搶返嚟嘅皇帝頭銜。佢要求以李治嘅老婆李家嘅新抱嘅身份同高宗合葬於乾陵。呢個係認輸咩？喺我哋睇嚟，呢個或者係一種更高維度嘅和解，或者講係一種極致嘅傲慢。佢做咗一世皇帝，佢已經挽救咗呢個男人嘅遊戲。喺終點，佢選擇脫低嗰件沉重借返嚟嘅龍袍，換返自己嘅裙裝，安安靜靜咁瞓返去老公身邊。佢仿佛喺度同歷史講：我嚟過，我征服過，而家我攰啦，我唔玩啦。而佢留俾呢個世界最後嘅禮物，係乾陵前面嗰塊出名嘅無字碑，一塊巨大高聳入雲嘅石碑，上面一隻字都冇。1000多年嚟，無數嘅文人蘇客、歷史學家都喺度估呢塊碑嘅含義。有人話係因為佢嘅功過太複雜，寫唔出；有人話係因為佢有自知之明，知自己喪唐係罪過，唔敢寫。但喺我哋睡前故事嘅視角入面，我哋更願意相信呢個係一種屬於溫暖博學者嘅終極浪漫同智慧。文字係用嚟定義嘅，而任何文字嘅定義，對於武則天波瀾壯闊、充滿悖論嘅一生嚟講，都係蒼白嘅，都係一種誤讀。嗰個係對解釋嘅拒絕。喺呢個嘈雜嘅世界上面，所有人都喺度爭住發聲，爭住辯解，爭住喺歷史上刻低自己個名，唯獨係佢喺呢個權力嘅最高點選擇咗沉默，因為佢知真正嘅偉大唔需要注腳，真正嘅傳奇唔需要旁白。佢將嗰塊空白嘅石頭留俾時間，留俾風雨，亦留俾呢一刻聽緊故事嘅你。你可以將你心目中嘅武則天，將你對權力、對慾望、對孤獨、對女性命運嘅所有理解，都填入呢塊空白入面。呢個就係佢最後嘅留白。故事講到呢度，夜已經深啦。嗰個曾經喺錦葉子流眼淚嘅少女，嗰個喺明堂上接受萬國朝拜嘅女王，嗰個喺長生殿睇住男寵被殺嘅阿婆，最終都化作乾陵嘅一捧黃土。而嗰啲關於權杖同脂粉嘅往事，嗰啲關於愛欲同背叛嘅糾葛，都只不過係歷史長河入面一朵轉瞬即逝嘅浪花。喺歷史嘅漫長黑夜入面，佢點燃咗燈火，亦玩弄咗一切。最終，佢選擇喺沉默中安睡，將評判嘅喧嘩留俾風聲。早唞。